调，剩一捆是西啊，迄个上就无去啊，迄个上就无去啊呢。所以呢，啊咱的乌云，咱真直接看会到，但是你坐飞机冲过迄个乌云群，遐感觉乌云无，但是这就是要互咱知影讲实相，也毋是真正有，也毋是真正无。你讲有也毋对，你讲无也毋对，你只要去了解，这个就是真如实相，就是毋是你讲安尼，遐全部拢来讲安尼是过节，吼，你就执着在那里了。所以我们是要像那个咱的世尊，伫遐咧静默咧睇迄个的时阵，伊是安怎？看到迄花谢去，但是咧种子播落，又搁爬起来，生生不息，所以迄就是实相，哦，迄是实相，迄是或者感觉讲，如果可以讲安怎讲，会当了解到这个实相，那么我们就怎么样？你得被遐尼执着，因为就像咱两个书法做讲啊，你就知影这是正常的循环，你为什么要把它执着在这里？哦，像过去世呢，咱毋是过去世，咱过去这个阿罗汉，迄智慧叫菩萨，咱大家拢知影，菩萨是修着多万年，迄智慧是修四圣谛，阿罗汉是修啥？修12声闻，所以因过去就是讲，因想要去修，但是以前的人的生命较少，无一定是修一世会修会成，累世的机缘来，凡世足侪世搭修会成，搭修会成。所以呢，咱即期上界缘分，就是讲因过去咱拢啥专科修专项的名。那么我们这一辈子来咱这世人来的时阵，咱去闻得天道，所以咱会当安怎？也要12因缘、四圣谛、有多万年，咱做一本综合修，所以咱进是较歹修，因为污染较济，干扰较济，但是呢，上天嘛对咱种厚爱，就是讲，既然你安尼，互你伫遮尔歹修，遮尔引诱遮尔济的情形下。你若有法当修，你的成果一定比因进前遐敢修专科的搁较好。这是我有实个最近的一寡迄个体会啦吼。所以呢，感觉讲，如果若是无啥，若是无有，咱世上拢啥时常讲啥，欲紧去感着欲定。但是咱好势感觉讲，欲紧看着欲定，这拢还阁无问题，为什么？目睭就是要去看，只要你无去即个色，你即个色无去甲伊注入入去，有即个我入去的时阵，这拢是正常的啊。你就是咱六祖内底有咱讲一句话，讲幽默做即心，就是因为你像我来去看衫，即束衫，我若伫遐徛讲，即束若我来穿，要来用啥？即个我已经入去啊。我如果若无买，当然我就会浮起来，因为我的心中已经有即样物件去。如果若是无的话，你看归看，你不会把它像那个记忆体来存入去到落，存入去到咱个角色当中。所以欲紧到欲定，这拢是正常的。但是只要莫用生出即个色，莫用有即个我入去，根本拢无代志。谢谢。总干事甲咱分析当然呢，咱个来做一种的迄个剖析，互我讲的更加搁较充裕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的就是讲，大家呢的见解角度，还是讲要讲更多，所以讲呢，大家有去体会到一点，大家会当从哪个角度？其实也搁互咱今仔日大家做伙学习更加圆满。当然呢，搁我咧讲的讲，如果你修福，普桥做到做好，最多也是一个7天神，享受几百年的空间。所以毋知讲我见足侪7天神呢，规咱济公老师互伊
伊求到。啊，去田先你求到爱去找伊在是语言的人呢，要做伊的英文书呢，啊无他还是不能求到。哦，啊，搁而且互我讲过，伊要求到爱传了物件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它是有时进，有时进啊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去了解。哦，当然你会当先以去田心，毋是讲无好，但是你还是落入四生六道的轮回。咱为了超生了死，了脱生死，那唯有就是你要第一找到天下的路。无伊去田心，伊做好为虾米伊无爱转去为迄个正义？因为伊要得到转伊的路。上天互伊应有的福报，伊去田心。如果转世伫世间是好嘢，就是一个有官做啦。若无呢，就是有天职安尼。即个天时的一面。所以讲，咱一定要去甲伊衡量。你会坠落生死来地，点对而且，毋知讲蒙着因辛苦，蒙不着因下修行，你最多也是来世的红土。那就是作为七天神。咱尾啊玉根，它是千界，六根次六尘。其实上天互咱玉根，目睭会叫你看物件，无目睭了，但是上天是要甲你讲你爱回报呢，要互你正用嘛。但是咱即摆的玉根足玉人煞西式啊。咱才会悉心用事嘛，咱才会去四心用事。若安尼呢，就离道，因为这悉心，它就是毋是伊本来的啥呢？的地位。所以讲呢，伊就有所偏差。道不言人，人自言之。悉心用事，当然内底呢，就有咱的我。但是有我最其身嘛。你会有我，就是已经是四心用事了，安尼就已经不是离婚啦。所以讲呢，咱伫即个修行内底，咱就是讲，为虾米你一定要不会算数？重点，五祖而且嘛甲咱讲，因你若敢求福报，就是落入生死。所以讲呢，自性有为不可科比，他也在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。虽然今日得到顿悟法门，其实讲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难得。所以咱呢得到咱一定要好好学，好好把握好些。毋通阁有机会得到，结果去走入落入生死，哇，没办法。阁有其他要有对啊，因为安尼嘛是一种的学习啊。因为不断的在深化智慧啊。爸呢，不要这样呢，咱在这拢是道场的前贤啊。安后学再补充一下。后学刚拄啊好有去九华山，九华山有7个这个生态，其中呢一个就是上面呢就是迄个韩国的王子叫做金乔姐。伊去咱过去咧讲经说咱咧讲三个后学慢慢仔计划，哇，咱以前拢讲在这种期的时阵，要修天学道，拢爱去做青山古洞。真正是去伫青山古洞，伊修75年。伊前面所以伫迄个九华山内底有7八身的迄个应身菩萨，真正是拢伫遐一身一身打起。所以呢，你会感觉讲，真正是咱过去咧讲的迄个青山古洞伫遐修行。所以呢，这个金乔姐尾啊，因大讲应该是迄个咱的地藏古本来投胎转世，所以咱后学进前有敢若有甲咱讲过，伊九华山的迄个人上一代的老祖宗很有智慧，很有慈悲心，所以甲因来因进遐的地主，大家拢真有福报。因为因九华山足悬，所以迄有体悟着的，会落来去感应说法，
结果呢，因为若要落到山骹摕物件，爱就佫无车辆，所以拢爱浪费足侪时间呢。所以因呢，迄个当地的迄老祖宗，就为着要供养遐个师傅，所以就鼓励因啥？鼓励因遐个宗族啊，要起厝爱起起较山尾顶。哦，所以呢，逐个起厝起起伫遐个时阵，照方过，今仔日由即家主来供养即个师傅，明仔载还是后礼拜，就照分配来煮即个三顿，来供养即个师傅。因此呢，较互因进到尾啊，政府甲因开发迄个石华山道场的时阵吼，较优先互因遐的当地的迄个人，迄主地会当收到的遐设点，吼，开迄个酒店啊，迄个饭店啊，上大个所在。所以其实老祖宗因是出自于慈悲，但是呢，你看他们是多有智慧，吼，所以呢，伊就鼓励因的宗族的人起伫个较悬的所在。哦，安尼唔免无爱舒服，要落食一顿饭，还是要用餐，就很辛苦。嘿啊，谢谢。有其他的，这怎么的呢？चुप्पी है नहीं जिम्मे चुप्पी हो नहीं जिम्मे चुप्पी 因为我感觉讲，迄个咱当然这段的话，就是做一个发自个人将来吼向你说，说人生事事代这段嘛。我感咱这段一定有咱嘛讲话做个段，这是互我的体会。当然咱读着这段，咱会去感觉讲，为什么讲面顶将日指定福建啊？所以咱会去感受着讲。信徒参信士差别伫对啊？记住了。无啦，信徒啦，信徒参信士啦，记住了，哦，差别伫对啊？哦，所以一般的人，你要求福报，拢是要求迄个，咱咧讲的迄，若过年到拢会搭一个五福临门嘛。一般世间咧。求的拢是求五福临门，就是第一就是爱长寿嘛，第二就是富贵嘛，第三就是康宁嘛，第四就是好德嘛，第五就是善终嘛。哦，一般世间人所追求的就是这五项尔嘛，应该是无离开这五，但是要追求到这五项，真困难。就敢若讲一个善终就无简单啦。善终迄是讲，你拢无破病无疾而终的，迄较会当叫做善终。哦，所以咱像你啊看咱迄个即两礼拜，咱下营上大条的代志，就是咱陈议员嘛，吼，伊啊意外。